2號。再睇就2號檔案專員。哇！而家25倍。OK， 好啦。係咯，又係皇家狩獵杯。打啫，帶咗前邊走，翻到嚟唔到。佢成為大熱門㗎嗰種。28隻馬大熱門，但係跑落去都幾失望啊。OK， 上次跑包尾，今次即係杜俊成都唔跑添嘛。主帥又唔跑，其實佢就喺中東翻嚟嘅，係啦。上次係小優復出，睇翻英國度跑。係啦，今次小優第2場，體力正強。OK， 睇下我諗法啱唔啱先。OK， 主帥騎呢隻。呢隻1號跑2次贏2次，古活馬場老友專場。OK， 咁啊拖埋先啦，佢都冷喎，16倍。哇，仲落緊，仲跌緊飛嘅，30倍、16倍。2號，睇下一陣點跑。排咗20檔啊，20檔，而家就喺最外檔嗰度。OK， 咦，好似都唔錯喎嚇。係啦，而家就守咗喺中間，就喺外欄，睇下賣唔賣到嚟。OK， 慢慢睇下佢。一路賣嗱，自己零零丁丁喺中間。好，走翻埋嚟啦。金帽藍衫，而家走外檔，拍翻個位先。OK， 3、4碟都 OK 嘅，咁大個馬場。好，慢慢騎下先。最後400米，排咗外檔。而家就係檔案專員啦。金衫、藍衫、金袖、金帽。OK， 係啦，後邊啊就有1號，1、2就得㗎啦 ，1、2。OK， 睇下咪21啦，裏邊內欄10號衝上嚟，2號邊中，1號影相。OK， 睇下21得唔得啦？結果檔案專員係贏咗啊 ，Waterloo Racing 啊，反而，OK， 哇，正，比較好啲。應該一定係1㗎啦，咪2㗎啦，睇下1號得唔得先？頂，哎呦，好似過咗終點啦係嘛 ？Win pay 200蚊。OK， 睇下個 Q 幾錢先。連馬斯嘅興奮啦。OK， pace 都有66，唔知條 Q 有幾錢呢 ？OK， 小 Q 1560，哇，中翻個古活第3日又係贏錢，係咁多。